我就在台南女中放學的期間，然後手拿着一根冰淇淋融化，然後不吃它融化，然後直到它整根冰棒融化為止。但是我覺得這樣的景象反而又讓我覺得有一種欲望的投射，有點像是說我明明手上拿一根冰淇淋不吃，但是我全部的焦點都放在後面那些放學的女學生。在加農空間內底介紹家己的作品，也毋過詳細聽了內容，互真濟人無爽快，因為拍片地點是佇咧台南女中校門口。有拍到經過的學生，然後又拿着冰棒，而且它又是白色的，然後就很怪。它的聚焦是聚焦在後面女學生，所以会讓我們女生覺得說，它其實是在有種物化女性。身為女生會覺得很惡心。手提冰淇淋去遊戲的過程，想要借此表達目睭食冰淇淋。這檔特典4月底展出，有計要展出1個月，也毋過作品內容毋那對女學生有不當的性暗示，而且違反兒少法甲個人隱私，引發濟民眾甲家長的不滿。有網友查到展覽竟然也閣得到台南市府文化局補助，質疑公部門為什麼審查會通過？這個補助事實上我們是有的，然後是針對今年的上半年給予他就是上半年期的一個補助。創作者他其實也必須要能夠在這樣子的一個底線裡頭，對他的作品負一定的社會責任。對此，文化局接到訂正了後，第一時間就要求佳農停止展出，補助也收回去，後續將全面釐清展覽規劃、執行甲審查過程。同時，藝術家也佇咧家己的社群頂懸會室咧，表示作品會全部毀掉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